说到也是不能说是只是一个哇，那是一个非常亮的一个光体。那么就我们看起来，那就你这样讲，光是1000个那个星星的光，应该可能是，那就是只是一个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光，那其他没有什么。但是这个形容来说，从这个里面必须得要听得懂，它的悲性跟它的智慧的光，就像1000个星星聚在一起一样，像它的照射的量，那么就是整个六道一切的众生。所以呢，他的慈悲跟他的这个智慧，他的悲性的光形容成为光，因为什么佛菩萨的加持力都是形容为光的原因是什么呢？整个的这个宇宙当中，可以是宇宙当中这样讲，速度，而且是力量，这两种来说的话，就所有的东西里面，光是最强的。我们认为可能是钢铁或者是金刚这些是应该是更强，应该是更厉害，会这样讲，对不对？但实际上来说的话，光是最强的，而且速度是最快的。比如说从这里照一个光到那边，就是不到1秒钟的时间，就是1秒钟的时间，把它分为100个粒，然后就是这样的，只剩下那个一个这样的一个速度呢，就是它就会照到。它能够可以在曝光的位置，所以就根本就不需要，就像比如说我们就是射箭也好，或者是那个枪啊或者子弹，那些都是速度是非常快嘛，对不对？但是光的速度还是比这些更快的。所以一切诸佛菩萨呢，形容加持跟成就都是形容为光。我们就是在观想的时候也是光收回来，光发出去，这一切都是因为诸佛菩萨的慈悲。那么是特别的明亮。第一个，第二来说到就是救度一切众生的速度，也是如同光一样的快，而且是普光力。那么就是不是我们就是接一个绳子到1尺就1尺，2尺就2尺，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到，从这里我们要听得懂。那么在本尊如度母的这个慈悲的光智慧的光。那么就是在聚集1000个星星一样的，从这个当中呢，就像那个1000个星星当中呢，我们就出现这个15的月亮的时候，那月亮才是最亮嘛，对不对？也可以有这样的听懂，就是有从这样的一个认为，就所有一切诸佛菩萨当中呢，那么本尊如度母是最有加持力，而且是最有世数力。最有能够可以在度化一切众生的事业方面是最为殊胜的就像如同在虚空当中的所有的这个星星当中呢，就是在月亮才是最为殊胜的。对我们就是像比如说从我们这里看的情况下，那我们对于我们这边照的，就是月亮的光才是最大，也可以这样去想。因为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任何一个人祈祷本尊如度母的话，那么他的加持力跟他的这个世数力是最为强的所以你这样去想，然后到最后呢，就殊胜微光超于母，母是什么呢？就是度母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每4句后面呢，就是要有一个母，就是如度母的意思。所以因为如度母是女性佛，所以呢就是每次会又出现一个这样的母好，那就差不多这样。